我们来自秦国，这位公子是你们燕王的舅舅，义后的亲弟弟公子季。这位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，你们诬陷好人，这是对贵人大不敬。秦国的质子，哎呦，名头好大呀，吓死我了啊！你们若真是大王的至亲，又怎么会两手空空跑到这种贱者居住的西市来隐姓埋名啊？你若不信，可以找你们国相郭伟查证。你这个狡诈妇人，明知道我国相陪着大王和义后出宫了，你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，好趁机逃脱是吧？哼，你们可真是机关算尽呐！来人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是。大胆！走。你身为主管刑狱之官，吃着朝廷俸禄，怎可无凭无据胡乱抓人，乱施淫威？本官说要抓，便抓了，你又能怎样啊？哎呀，这些当官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专门啊欺负妇孺弱小。就是啊，既然你们都是秦国来的，就应该知道你们的商鞅之法，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官更要对你们进行依法严查，都给我押走！本官还要沿街鸣锣示众，让满城的百姓都来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秦国来的大盗是何等的嘴脸！来人，在，押下去！是，住手！子熙。既是秦国质子，要带走，须以行文向秦国交涉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楚人黄歇。一个小小的世子，少在这多管闲事。身为朝廷命官，罗织罪状，污良为盗，这种闲事人人可管。这些黄金珠宝便是证据，本官可以随意找到不下10人，见证着老婆子昨日下午抱着2个匣子进了这个院子。既是赃物，谁又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捧在手上，穿街走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住处？难道这做贼的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行踪，打算广而告之吗？本官还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把证据拿出来看看。你们刚才可否搜到了别的赃物啊？屋内还有一件貂皮衣裳，还不快去拿来！是。大人。哼，怎么办？果然可疑。你们这些人如乞丐般贫贱，哪里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衣裳？哼，人赃并获，都给我锁起来，先沿街示众，再带回公堂。本官要细细的查问。是。这婆婆做的衣裳，我滚开！静儿，静儿，小孩子你也动手？静儿，儿，放下看，还给我！去，静儿！公子，你敢动我宝啊！滚开！志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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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嫂，谁再敢乱动，就如同这贱妇一样，杀无赦！哼！都滚！大人，完了！来人，下！杀了这帮畜生！
们杀了廷尉右丞，在这继承也算是捅破了天。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出城。芈月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义渠君，你是怎么突然到了燕国？我听说你在燕国受人欺辱，我就立刻带着兄弟们过来了。没想到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。义渠君豪侠仗义，扶危救困。今日若没有你们相助，我等定会身陷桎梏，备受凌辱。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。义渠君急公好义，请受皇歇一拜。黄公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哦，死而复生。今日一见，黄公子也算是英雄好汉。糜夫人，今日闯下如此大祸，都是老身的错。婆婆不要责怪自己，那些贼人一心害人，剑却张罗。婆婆心善，免不了会中了他们的奸计。眼下朝廷马上会派人追捕我们，婆婆只好随我们一起出城，那才是上策。糜夫人，你们还是赶紧逃命吧。我在乡下有亲戚，我可以去躲一躲。就是珍嫂太可怜了。珍嫂，你醒醒！珍嫂，香儿，把这些给邻里乡亲，请他们好生发送珍嫂。是。继儿，母亲，珍嫂是个好母亲，她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看待。记着有一日要为她报仇雪恨。真是废物！你们带了那么多人马去，竟捉不住几个妇人，一个顽童。夫人应该知道，西市乃乌合之众云集之地，闵夫人凶蛮，又有楚人黄歇帮阵，后来又跳出来许多胡人，所以我……怎么胡人会搅和进去？小人也觉得奇怪，但是听他们的口音，看他们的做派，确实是胡人，绝对不会错。好个芈月，竟敢勾结胡人，聚众滋事，擅杀朝廷命官，光这些罪状，足够他掉好几次脑袋的。原先只是按照夫人的计谋，给他们安一个鼠头狗刀的罪名，当众着实羞辱一番，然后再把他们收到狱中慢慢折磨。可是谁成想，人没抓到，倒是把廷尉右丞的性命给搭进去了。死得好，你们大人死得其所，他用性命成全了那个贱人。夫人的意思是？我一直想寻求个一刀致命的法子，收拾那个贱人，但国相爷手上不肯染血。这下好了，那贱人犯了燕国刑律，砍头都太轻了，理当车裂之刑处，还有凿顶、抽泪、刨落、挖心。夫人，芈月跟公子季在继承犯了事儿，杀了人，必定会尽快想办法逃出城外。夫人，要抢在他们前面啊！对，你们快去！国相爷不在，继承出了这等大案，通知守城官兵立即关闭城门，全城搜捕人犯。是。关城门，快！快关城门！关城门！快！不许任何人进入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
大人，国相府的一个侍女求见。哦，让她进来。是。国相夫人侍女灵儿，拜见苏先生。哦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求先生就请过质子公子季母子一命。你说什么？公子季母子命在旦夕，灵儿知道先生豪侠仗义，曾对公子季母子雪中送炭。此事除了先生，灵儿无人可找。到底出了何事？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偷盗，廷尉右丞带兵前去捉拿，与米夫人冲撞起来，两方兵刃相见，廷尉右丞糊里糊涂丢了性命。究竟是何人竟敢诬告秦国质子？是国相夫人。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！国相夫人与米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20多年恩怨纠缠。米夫人在燕国的种种困顿，都与国相夫人有关。那你为何不去找国相啊？国相陪着燕王义后出城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又能如何？听说米夫人带着公子季已经逃出了蓟城，国相夫人私自拿了国相的令符，要调动军队全力追捕。国相夫人怎敢如此狂妄悖礼？她是不知道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不但坏了国相的大事，更是乱了燕国的朝政啊！所以只求先生赶紧想办法。来人，大人，立即备马，我要出城。是。那道山梁就到了，可算要到了。到了齐国就好了，到了齐国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果然有伏兵。他们已经早有准备。香，把缰绳给我。我们怎么办？鱼死网破！鱼死网破！啊！人呢？前面好像有人过来。米夫人，末将奉国相之命，在此等候夫人多时。夫人和公子季是秦国派到我们燕国的贵人，燕国若有怠慢之处，还望海涵。即使有意离开燕国，也该与国相打声招呼，免得双方猜疑，平偏误我。国相攀援扣马，让我传句话，望
能挽留夫人一程。芈月感激国相盛情，无奈身处困境，别无选择，还望将军行个方便，让我们母子有条生路。来日芈月恩有重报。身为质子，暗中逃亡那是大罪啊！末将也是为了夫人着想。夫人要去齐国，可这边界已被大军守得密不透风。此刻飞蛾投火，不如带着公子束手就擒。田将军何苦将话说得太满？那芈月只好敬谢不敏。义渠君，看你的了。有本事放马过来！不怕妈妈的废话，不怕闪了舌头。月公主，看来只能跟他们来硬的了。这样，我带人打前阵，杀出一条路来。皇公子跟月公主的马车在中间补位，你断后，冲过去再说。是。我们是秦国质子，继而是义后的弟弟，他们对我们下手会有所顾忌，还是让我的车马冲在前头。义渠君，你来保护子燮和继儿，虎威将军断后。月儿不可，刀剑无情，他们若是伤了你，他们若伤了我，你更要保证，不能让他们伤到继儿。母亲，好了，月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就按月公主说的做。我跟月公主打前阵，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。这样不妥，就照义渠君说的做。子燮，拜托了。义渠君，月儿若是有半点差池，不用你操心。你，香儿会儿，你们怕不怕？夫人不怕，我自然不怕。好样的，果然是我的女人。谁是你的女人？今日不是，以后一定是。大王不好，又有追兵来了。追上了，追上了！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，已经追上了。太好了，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好了，这下连退路都没了。义渠君，后不后悔跟我趟这趟浑水？为了你，我死而无憾。
还是叫我大公主吧。还不赶紧下马，拜见大公主！以后，侄儿拜见大姐姐。都是一家人，没有那么多礼数。主人皇歇拜见以后。皇公子人中龙凤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快起来！微臣拜见义后。国相免礼。臣有罪，罪不可恕。幸亏你昨日连夜派人送信，让我知晓内情，难得国相费心。李夫人福慧双修啊，虽然遇险，却大难不死，否则郭某百死莫赎啊！快起来吧。米夫人容量，老夫来晚了。老夫及身边人对贵人多有怠慢，实该肉袒夫妇，向夫人请罪啊！米夫人打算离开燕国，但你与义后多年不见，必要共话旧情。不如随老夫暂回边城驿站住上一夜，明日义后略备薄酒，与夫人叙旧，然后再走不迟啊！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微臣引咎自责呀！这秦质子之乱的起因还在微臣身上。回到蓟城，微臣会自行向大王请罪的。我知道，当初国相本意也是为燕国打算。尽管义后宽宏大量，微臣仍接悔无及呀。此事证明微臣才识有限，思前想后，恳请义后准许臣将相位举能让贤。国相高风亮节，但只怕没有合适人选。这关于国相的人选嘛，臣已有思量。苏子、苏秦文韬武略，运筹帷幄，该能胜任。若能这样，自然很好。待我回去与大王商量了之后，再做定夺。再有关于米夫人和公子季，米夫人母子在燕国受尽挫折困顿，我自当竭力安抚。只是眼下有天赐良机，以后万万不可错过呀！有何良机？以后是否记得当年燕国大乱，那秦赵两国曾借送义后和大王归国为名，要了我们多少好处吗？记忆犹新。眼下秦国正面临楚魏之争。国相的意思是，假若我们能将公子季推上秦国王位，正是。列国征战多年，谋国为上，谋地为次，谋战为再次。能谋一国，比谋一战、谋一地更为有利。眼下这秦国公子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可与那米夫人做个交易，效法秦赵当年之举，助公子季回秦登基。可我燕国国小势微，
又有何力量做此交易？秦国楚魏之争已经内乱，只要我们能留下米夫人母子，就不愁没有机会。所以以后当尽力挽留米夫人。夫人，谁是你夫人？老夫心里有数啊。我若做着国相1天，你便是我夫人；我若不是国相，那可就难说了。你若是我夫君，就该替我出头。正因为我是你夫君，我才把你锁在这屋子里。幸亏廷尉右丞死了，继承西市暴乱的罪责都可以推到他一个人身上，而不追究你。我又没做什么，不怕你追究。别自以为是了。你昨日在老夫的书简上做了手脚，老夫心里明镜一般。幸亏老夫早有提防。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啊！趁着我还是国相，好自为之吧。哼！这老鸭汤的料都备好了吗？拿点白菜来。在那边呢。照您的吩咐，老鸭已经洗净，莲藕和红枣也备上了。把那老鸭、莲藕和红枣同时下锅，小火要炖2个时辰。哦，知道了。拜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有何吩咐？忙去吧。是。快去吩咐人多抱点柴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把这盘子鹿肉给前面端上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看看锅里的肉糜熬烂了吗？早烂了，可以熄火了。哦，我先把那酸梅汤给贵人们送过去。大人，站住！你这碗里做成何物？给义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？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啊，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。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，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2字？你这话不真。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。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。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啊！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！国相爷，妻儿吃饱了吗？
我的肚子都快撑破了，好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饭食了。大姐姐，我都出汗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以热制热，对吗？母亲，我可以出去吹吹风吗？去吧，别跑远了。知道了。继而明慧有王者之相，梦莹有负于你们母子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何况当年是我先对不住你。苏秦已将事情原委告知于我，其实我不该怪你。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。那你眼下作何打算？我想取道齐国，再回楚国。你为何不回秦国？你知道原因。就算芈姝记恨你，可她唯一的骨肉也已经没了。眼下楚魏未定，而你还有继儿，你就有更大的胜算。在后宫，我见过多少人为了那个王位赴汤蹈火，奋不顾身。我不想让继儿在争斗中被碾杀。继儿聪颖好学，仁义又有才华，只要你肯，必然有人愿意帮衬。什么人能如此好心？比如诸国当中不乏有识之国君。天下没有白吃的膳食，诸国帮我，只怕都是为了讨要好处。我若应下来，也是割肉补疮吧。可继儿是王室儿女，命里就是要争的。那就等他长大了，有了去争的心性和实力。暂时不回去也好。如今淫荡已死，秦国诸公子争位，情形只怕比当年燕国更糟。想来会后芈姝此时在意的，一定是如何保住母后的位子，不会再有心为难于你。你不如先在燕国安顿下来，我让大王赐你们母子一块封地，你可把楚国、秦国的亲人都接过来。继儿还小，你可在燕国安心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招揽谋臣死士，以待将来，如何？你一心想回楚国，不会是因为那黄公子吧？我已经辜负过他一次，绝不能再伤他的心。黄公子难得人才，若能留在燕国辅助大王，也定可大展宏图。谢大公主好意，我了解子歇为人，她绝不会留在异乡为他国驱使。我还是与他一同回楚国。我的话都出自肺腑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过，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夫人，天气炎热，厨房给夫人送来了冰镇的酸梅汤，以解暑气。放在那儿吧。等等，前面义后那边有什么消息？义后，今日义后不是安排酒水盛宴，宴请那些贵人吗？前头不归婢子照应，婢子不清楚。滚！快滚！这里都是些什么人？一问三不知。酸梅汤味道如何呀？这等穷乡僻壤之地，
夫人来说，无论好坏，一口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惜啊，糟蹋了那秘制的酸梅汤，汤勺上涂了鹤顶红，多么好的汤水，都会变味道的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竟敢毒害我！米音，你胆大妄为！你用那鹤顶红，不仅要害芈月母子，还要取义后的性命。我要是不下手，这燕国就要毁在你的手里。你怎么知道有人出卖了我？是你！我早该下手！是你这个贱人！别怪罪他人，沉水入火，自寻死路，凭谁也拦不住。你是我夫君，为何不与我戮力同行？不错，是你的夫君，但我更是燕国的国相，不能为了你与燕国为敌。雍大人来了。拜见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季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嬴夫人之命。嬴夫人？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季与夫人回国。秦王嬴荡虽然已经嫁入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位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叔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，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5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芈姝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及雍公子华和魏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10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，各国诸侯
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黄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朱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继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先王去世后，芈姝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继，大杀将倾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，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黄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室七星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玉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楚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们，
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世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殓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助食之急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还望芈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寄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我伺候夫人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7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去。光这个马字，7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
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？
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，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亲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哦，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。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？找到处理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哼，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，并未闭门谢客。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芈姝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。村村镇镇，人心惶惶，田地荒芜，集市凋敝，满目疮痍，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雍瑞和芈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。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芈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芈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芈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，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母子了。唉。姑母，
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，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各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捕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他迎请回来的。这个时候迎请他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先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那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这都是一些粮食。哎呦，军爷！哎，别！走吧，走吧。清理了。是。
大人，我姐姐呢？在马车上。小冉，姐姐，姐儿，舅舅，舅舅，这一路，我的心一直悬着，见到了你，这心才落了地。听说姐姐和姐儿一直遭到米叔人马的追杀，你们能安然无恙，总算是大幸。幸亏雍大人一路照应，他已经受伤，能护送我们到这儿，实属不易。多谢雍大人。此地不宜久留，照约定，我此刻陪米夫人去北郊行宫，你我分头行事。雍大人放心，司马将军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继儿跟着我走，姐姐就拜托雍大人了。就此别过。继儿，走。会后，会后。怎么样？没抓住。你的人都是废物，就那么几个人也抓不住，跑哪去了？芈月和雍瑞的人马没进咸阳城，他们冲北郊行宫的方向去了。行宫不是有王军把守吗？会后，雍瑞是朝中老臣，王军里一定有他的人。都监，冯甲，即刻带人跟我去北郊行宫。是。夫人，殷夫人，芈夫人，雍大人，恕我腰疾未愈，不能起身相迎。夫人无需多礼。夫人，你受伤了？啊，一点剑伤，不碍事。夫人脸色很不好看。大人走后，夫人担心大人和米八子的安危，日夜难眠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夜。王军包围了行宫，会后3天2头派人前来搜宫。太医院忌讳会后，不敢派人来诊治。夫人的腰疾一日比一日更重，如今连走路都困难。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拿金枪药给大人疗伤。是，不碍事的。大人请随我来。去吧，一时3刻，我闭不了眼的。快去吧，那我先去了。芈夫人，来，过来。时光荏苒，我们又相见了。夫人吃苦了。别这么说，我这条命能撑着挨到今日，就是为了你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，你这1年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的煎熬。换做别人，早就心灰意冷。你肯来，有胆量来，这说明先王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呐。殷夫人谬赞，芈月不知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先王留下了遗诏，传位于公子季。当日只是以备不时之需，若不是因为淫荡愚蠢自闭，芈叔勾结权臣，弄权误国，害得大秦4分5裂，这道遗诏恐怕永远都不会面世。我说到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啊？天命不可违，芈月无怨言，只是要将秦国社稷江山担在肩上，芈月战战兢兢，无比惶恐。无论什么样的周折，该是天意。会后绞尽脑汁猜测，那先王的遗诏会藏在哪里？其实啊，这先王的遗诏就藏在我的身上，它可比性命都要宝贵。你要保护好它。芈月明白。撤！将军，看见有人进去了吗？没看见。看见了！冲进去！
走。不，我不走，你快带芈月走。殷夫人，我已经完成了先王的而你却任重道远，别让我这老夫给你们半手半脚的。殷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能活到今日是命数，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初离子这个幼弟，全部先我而去，有他们在那边，即便是今日就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寂。我虽为女子，为了秦国的江山社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无愧于列祖列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们护送芈夫人、雍大人即刻出宫，不得耽搁。是，我留在这里，多少能够拖住他们一阵。殷夫人，记住，公子姬登基之日，别忘了给我焚录像，报个信啊！你我就此别过。有一日到了那边，再笑谈长夜。此时秦国危在旦夕，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芈夫人，快走吧，快点，带他们2个人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我们走吧。殷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快走啊！夫人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殷夫人，芈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刘将交办。殷夫人，芈叔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，没想到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像话！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先王的遗诏在哪儿？你要先王的遗诏做什么？我是先王的遗孀，先王的遗诏自然应当交于我。真是好笑！我若即刻拿出这道遗诏，你真的准备奉诏吗？